大家好，今集想短短地介紹4間響橫琴同澳門嘅餐廳，竟然可以食到霸王餐。首先呢間之前介紹過嘅拉麵店，響華發商都嘅3樓。第一次去，我點咗個墨魚汁湯拉麵，麵食完仲可以無限添加。我諗住呢樣嘢已經夠吸引啦。誰知埋單嘅時候，收銀先生問我隻碗個底係咩色，檢查一下，發現係紅色字寫住幸福2個字。原來咁啱抽到紅色碗嘅食客係唔使俾錢噶。咁樣不勞而獲法，我真係好驚喜啊！ Later. 另外一間食酸菜魚嘅小店，響旁都負1層。通常國內都流行充值埋單，會有唔同程度嘅額外回贈嘅。但係呢間呢，門檻實在太低啦。我只需要呢充值100蚊，就已經可以任點價值25個8以下嘅食物。平平地點最基本嘅酸菜魚，唔覺意嗰餐又唔使俾錢啦，真心正。我久唔久就會去嗰度入100蚊，就可以輕鬆食到4、5餐，簡直係良美恩物啊！你睇下個 portion，其實都好大噶，加埋碗飯食晒就飽飽啦。鏡頭一轉嚟到澳門，要食日本嘢，我一係就會去百老匯嘅千世，因為可以用到銀河嗰張85折卡，否則通常都會去有幾間分店嘅魚冰味食個當飯，因為之前登記咗佢哋嘅微信會員，食1蚊就儲到1分，幫襯幾次就儲到熒幕顯示嘅1600分以上啦。概念就係可以用呢1600分換到2碗價值150蚊嘅當飯，所以我下次返去食飯又唔使俾錢啦。Later. 其實全澳門咁多娛樂場，最慷慨送美食嘅一定要數到美高梅。有時運氣到唔覺意入去娛樂場儲到8分，就可以免費換到一個下午茶或者宵夜套餐。唔好睇少呢8分啊！個套餐呢係有主食啦，第1個小食，第2個小食，仲加杯飲品。哇！坦白講，個餐呢唔係1個人食噶，其實2個人食呢都夠飽。事關娛樂場裏面仲有另外一個1分甜品店，可以食到葡撻、雪糕、生果杯等等，真係去到美高梅享受都難啊！免費嘅事上星期延伸去到表演，片尾最後帶大家睇睇新蠔重演嘅水舞間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